世界技能大賽美容護理比賽項目涵蓋4大範疇，當中包括有面部護理、身體護理、手足護理、同埋化妝技巧。比賽分4日進行，參賽選手需要根據模特兒嘅皮膚同埋身體狀況，喺限定嘅時間之內喺模特兒身上使用指定嘅產品去進行比賽。當中可以考驗到選手護理嘅技巧，同埋展示到專業嘅美容護理知識。評分方面，選手除咗要展示出項目要求嘅技術水平之外，整個比賽過程亦都着重選手要有優質嘅顧客服務，因為美容護理講求同客人嘅溝通，從中了解對方嘅需求，從而建議一啲合適嘅美容療程。另外，選手對於自己使用嘅器材同埋環境嘅高度衛生意識亦都非常之重要，咁樣客人先會安心接受美容護理服務。美容護理係一項由頭至腳照顧客人需要嘅服務，服務範疇非常之多元化。年輕人想投身美容業，可以有多個發展方向選擇。近年使用美容服務嘅客人亦都有年輕化嘅趨勢，越嚟越多男士注重皮膚管理，所以美容業對於專業技能嘅要求日趨上升。參考國際職業水平嘅世界技能大賽，可以幫助年輕嘅從業員有更全面嘅發展。我係黃蕾，係2024年里昂世界技能大賽美容護理項目嘅香港代表選手。中學嘅時候，我開始對美容產生咗濃厚嘅興趣。畢業後選擇修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個人護理及美容產品學高級文憑。當 Ivy 嘅老師宣傳呢個比賽嘅時候，我就好想參加，希望自己可以透過呢個比賽了解唔同範疇嘅美容項目，同埋提升自己嘅美容技巧，令自己未來有更好嘅發展，可以成為一個全能嘅美容師。除此之外，我都想透過參加比賽，見識世界性比賽嘅水平，開闊自己嘅眼界。喺備戰世界技能大賽過程中，因為比賽內容涵蓋咗唔同嘅美容護理項目，令我有機會接觸到好多課堂以外嘅技能範疇。專家亦安排我參加唔同嘅技能比賽，呢啲比賽經驗可以強化到我喺比賽時嘅心理質素，亦豐富咗我實戰嘅經驗。世界技能大賽嘅訓練增加咗我對比賽項目嘅熟練度，我嘅美容護理技巧同自信心都得到咗提升，並對將來投身美容行業更有信心。